第28届市商会理事长到这18号暗时，由市长李梦燕担任感召人正式举办交接典礼。新任理事长徐国伦表示，接下理事长的职务是一种的任务，嘛是一种责任。未来将配合政府吸引国内外厂商来投资，开创台南的商机。市商会第28届理事长交接18号暗时，伫台日式酒店热烈登场。会中邀请市商会理干事、会员以及贵宾共同见证交接甲授证仪式，并且邀请台南市代理市长李梦燕担任感召人，将印信对下任理事长林书记手中，以及获现任理事长徐国伦。在这个承先启后、继往开来的时刻，我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盛会。那我们台南市商业会可以说是我们台南市的各项的商业、各项的人民团体里面的一个最上位、最关键的一个组织。我们的辖下有115个这个分会，那么有25000多家的5000多位的会员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、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。那对台南的商业各方面的发展，有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林书记表示，担任市商会理事长是一生上界公营的代志。虽然卸任，但是永远拢是市商会一份子。担任到27届的理事长，对事界来讲，这是我这世人上公营而且上骄傲的一件代志。事界啊，虽然要来离开这个位置。但是不管世界未来伫倒一搭，商业会永远是我的厝，我嘛是永远商业会一份子。新接任的理事长徐国伦表示，也做好政府甲厂商之间的桥梁，为台南市创造商机。台南市市商业会会当扮演着咱政府和厂商之间，咱的商业、各个商业单位之间的桥梁，会当讲对于咱加强咱台湾的。台南，尤其台南的投资，内需的投资也好，也是讲咱的商业的发展也好，也是讲观光事业的发展也好，也是讲咱的台南非常有名的美食也好，会当我希望讲商业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和政府好好沟通，帮助咱的业者会当赚到较侪钱，互台南市的商业更蓬勃的发展。新年72档的市商会是领导台南市商业界重要组织，第二届理事长的努力一直拢配合政府政策，共同开创商机。新任理事长徐国伦表示，伊将继续带领市商会提振台南的经济，带动商机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BB 宽屏夏季最猛的优惠来喽！一次给您4重享受。第一重光纤上网100M，第二重 BBTV 数位高画质频道。新生办还送您东森购物金及国内1日游。办宽屏就是要选择 CP 值最高的 BB 宽屏，100M 只要550元，快打电话找 BB。